多嘉賓咧嚟到呢個東角度同大家開 party，好唔好？好。咁咧減肥成功喎。喂！今日係我第一次 busking，同埋 Inspire 係第一次 busking，所以都 OK。玩少少啦，玩少少嘅。夜晚7點半鐘，心區適度放鬆，穿梭東角車輛已風行。現在輪到一些音樂發功，升高分配等我來逆風，就陪我一區去反角，低質的金水粗糙的頭顱，如尋極所以不發起晚日來空洞，我找天燈在這一秒升空，給知識你比較夢的囚籠，誰難最高盼着我的未來和美夢，盡情唱吧，來團結起胸膛，現場都因我動容。只想的唱這段時代曲，就陪我一區去反角，低質的音色粗糙的球路，明如沉悶極所以不發起晚日來空洞，我這裝燈在這秒升空，給 CCTV 加夢的囚籠，每個節奏讓號角震動，自由與感動。高得始終擺，當歌聲反映星光的懸崖，微微力量現在夠你哋熱情來衝解，靠着千色的光帶裝飾我的街，聽一雙無雙打扮的皮鞋，每個節奏讓號角震動，讓旗幟舞擺。盡情唱吧。Thank you， 多謝你哋，多謝你哋。哇，正啊！咁多人載歌載舞，仲有禮物添啊！係啊，仲有禮物。我呢個咁似通勝啊，呢個日曆嘅。大吉都正喎，呢個掛嚟嘅，掛嚟嘅。喂，大家話唱。